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又講下香港各區嘅樓盤嘅情況。今次講啟德。我哋用事實咧嚟進一步推理咧，就好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出嚟，不可抗辯的結論。第一咧，啟德係一個相對嚟講比較新嘅地區。呢個係事實啦。啟德咧，各個樓盤咧都係好近水，呢個又係事實啦。佢喺維港呢個中間，跟住啟德咧嗰啲樓咧都起得比較相對嚟講咧都比較緊密嘅，呢個係個事實啦。你去睇下，相對嚟講啊，新嘅發展區相對嚟講比較緊密。跟住嚟咧，啟德有各種唔同樓宇嘅類型，譬如居屋啦、私人樓啦、公共屋邨啦，甚至有啲中轉樓都有。哇！呢個百花齊放，非常之得意。跟住咧喺私人樓嚟講啊，其他樓我哋就係講私人樓啦。私人樓嚟講咧，哇，賣到2萬蚊、3萬蚊一尺。咁啊，好多國內人士中意喎，唔知點解，可能係新樓啦。咁但係要重點去提出嚟就係話，頭先咧佢濕度比較高咧，如果個建築商冇經驗嘅話，發展商冇經驗嘅話咧，啲地板咧處理得唔好嘅話咧，會突出嚟喎。啲地板經過嗰啲咁幾年嘅潮濕天氣嘅影響之下咧，啲地板咧會谷出嚟。呢個係事實啦，唔信你叫人去睇下。跟住啲牆咧好容易發毛喎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大家喺選擇樓宇嘅時候，或者裝修嘅時候，佢要特別留意啦。跟住落嚟咧，其實咧啟德個位置冇錯係方便啊，但係佢只不過屯馬線其中一個站嘅啫。雖然周邊有好多設施，但係其實咧香港大部分地區都有嘅，除咗個啟德體育園之外，啟德體育園之外，咁再嚟一樣嘢就係話，佢最值錢嘅地方咧，我個人認為咧，就係可以面對維港煙花景，西南面嗰紮面對維港煙花景嗰啲樓先至值錢。嗰啲樓賣3萬蚊一尺都冇問題。但係如果你係就算同一個屋苑，但係佢對住咧其他居屋啊，或者係公屋啊，或者中轉樓，或者對面伸隻手都可以掂到嗰啲私人樓嘅話咧，值唔值到2萬蚊一尺咧？呢個我就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資料咧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下。多謝大家，多謝，拜拜。